寒假已经开始啊，一寡营队也开始推出活动。伫咧台北蒋渭水基金会就针对国小学生举办大稻埕的导览员培训营，了解大稻埕含蒋渭水的历史故事，也当学到这理论思考加训练表达能力。这个水路的作用呢，就是若是犯人无爱招不招供的话，因就会把迄个犯人关入去这个水路内底。国小的学生认真解说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底的感觉甲水道伫过去的用途，也有学生讲起过去蒋渭水伫日本时代向民众宣讲，说互人等烂头的故事，讲甲是不假说法。他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勋章，他认为这个流氓一定是有专心在听他的演讲，所以才会拿泥巴丢他。今仔日是导览培训的成果发表，这是蒋渭水文化基金会伫寒假为国小学生所办的大稻埕导览员培训营。来参加的学员表示，经过上课，佮家己讲互别人听，对课本读过的历史是印象如深。户外课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就是以前可能自己出去逛没有看到的东西，那就会比较特别。课本内底拢是简单讲，啊来遮就是较深的讲，就人都活起来啊。透过1月21、22两天培训营的课程，介绍台北大稻埕的历史文化、建筑含蒋渭水的故事，嘛一路带囡仔对延平北路新文化运动馆含蒋渭水公园行大讲故事等等。营队的老师表示，希望让囡仔对生活所在加一寡认捌，培养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感情甲认同感。互大家安尼小可认捌这个所在以后，才豆豆有趣味，咱会使加讲一寡咱台湾人的代志，认捌这个所在，佫会使家己参与这个所在。我感觉伊嘛就有成就，反正有成就感足好的。经过2天的课，囡仔通过考验，摕到毕业证书。基金会表示，囡仔毋但了解到大稻埕的历史，嘛学到逻辑思考甲训练表达能力。基金会希望这个经验拢通变做因的资产，等未来嘛期待因会当成做文化导览员，甚至是推动者。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